主席當年親近台南，佇資訊、醫療、教育以及人文等領域貢獻真濟，成為地方穩定的重要力量。黃偉哲表示，感謝主席多年來陪伴台南經過風災、震災以及疫情等艱困時刻，持續為社會注入溫暖甲希望。三問訓，我們以至誠恭敬之心合掌，齊聲唱誦《爐香讚》。主席基金會指出，亦不點咧透過莊嚴儀式，啟發每一個人心中的慈悲甲智慧，將善念落實在日常生活。今年也公布推動行動預防，行入社區、病院、學校以及社福機構，讓行動無方便長者以及更多民眾攏會當參與，共同感受到祝福甲平安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